美国和伊朗签署备忘录，刺激到美国顶礼拜是大起，惊亚洲股市继续起，台股收在47741点，起1276点。花莲的万里溪水头出现一个防山潭，初步发现上界济水量可能来到600万立方公尺，对水尾蔓延，也有一个风林造成威胁。有民众使用台湾配索，予诈骗集团拐去，叫因转去附近 QR code， 本地开几百块买物件，刷了上万块，目前有1300多人受到伤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美国和伊朗签署备忘录，刺激到这美国呢，顶礼拜是大起，也那在今仔日呢，在亚洲股市继续起，韩国是起62点，也那日本的股市是起1103点。咱的台股呢是收在咧47741点，起1276点。咱来讲到这台积电的股价呢是收在咧2590块，起100块，联电也起甲真棒。根据这国泰金的调查显示，民众对台股乐观指数来到54.5，风险指数也有40.6，拢是创历史新高的。受美迄签署备忘录带动美国顶礼拜四收红，拜以亚股开盘延续起势，韩股经过上下震动，收跌9114点，起62点；日股收跌72353点，大起1103点。台股各写历史新高纪录，盘中上悬47871点，大起超过1400点，最后收伫47741点，起1276点，创史上第7大起点。资金呢持续流向 AI 半导体的一个股票，美光股价再创新高，台积电 ADR 也大涨创高，所以今天呢台股重新开盘之后补涨。台股大起，对了美国收红，国内情绪相向也贡献袂少。拜二台积电股价阁有新关价，收伫上悬2510块，起100块；联电起前磅收市160块。其他亲像记忆体族群表现也真强，记忆体族群的华邦电收伫212块，起1.6%；南亚科收伫505块，起9.9%。因为央行维持信用管制，现在营造类股大部分收乌，即卖股市继续倒头。有法人提起，虽然美停火协议有进展，不过后续经济走向也是牵动市场的行情。油价的能不能够像布兰特原油能不能够回跌到70块钱左右？美光的财报以及呢辉达的股东会要在这个礼拜举行，那可能对股市呢会造成一些的影响。虽然中东局势依然有重大可能，不过国民信心真稳。根据国泰金的公布，6月国民经济信心调查报告有49.6%的民众想要解除定存，或者是用现金买台股。民众对台股的乐观指数上升到54.5%，风险偏好指数调悬到40.6%，拢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居高思维，所以他觉得现在呢可能不是好的买点，而是卖点。他或许在等未来如果有比较大幅度的修正，那他再重新进场。全台股跌51连假了后，无看到转弱现象，反倒来冲破47000点。不过专家呼吁国际局势依然有变数，投资人爱细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有民众啉一罐破灭的综合果汁，啉煞要甲这铝箔包饲互扁，却发现讲内面有物件，加开一个看，竟然有一丸乌乌的物件是惊甲吐出来。另外，高雄也有一间卖冰的老店，民众食到破裂笼。目前这2件案件，卫生局拢在调查咯。附着了很多霉菌或是真菌之类的那种感觉。消费者把这个乌色的物件夹出来，顶悬阁有白斑。这是伊啉完的破灭果汁，铝箔包内底的卡，互伊想到就吐。觉得很想吐，然后也是蛮生气，因为觉得这应该会影响到个人健康。陈先生这个月2日啉完破灭综合果汁，要甲铝箔包饲好扁，不过饲袂平，甲包装解开才发现这个物件。饮料保存期限到今年11月还未过期，伊决定向市疗署、行政院南部行政中心也有业者等单位反映。不过到尾也是业者联络要回收伊手头的产品，确认不是卫生单位。我会很愿意提供给他我的联络方式，然后请他也同步可以拿这个检体过去做化验，因为如果只有让厂商把检体拿回去，
有可能就是各说各话。高雄市卫生局解释，当事人毋是向市政府申请，已经有先抽查卖场其他共制停产品无过样，因为破密所属的公司毋是伫高雄，会送所管辖的县市主管机关办理。业者回应，第一时间查核这批产品的生产制停、品质检验记录，也甲留样状况拢无过样，会持续甲当事人联络，提供必要的协助。另外，卫生局嘛来高雄这间老字号冰店稽查，因为民众反映伫店来食酸鸭饼的时阵食到保利龙。业者表示，该衣物系为店内装芒果雪糕冰的保利龙掉落所致，确实为该店疏失。市政府表示，检验现场的食材甲成品无过样，不过业者坦白承认，民众所食到的保利龙是店内装酸鸭雪糕冰的保利龙，确认有疏失。除了要求改善，卖照食安法裁罚6万至2亿。记者采访报道。来看花莲这万里溪的水头出现一个崩山潭，林保署花莲分署今日紧急申请空勤总队支援空中勘查，初步发现这崩落来面积大约是45公顷，上盖最济的这个水量呢，可能来到600万立方公尺。那阵这个水呢下落来，对水尾蔓延洪林，将有可能造成严重影响。空勤直升机接到林保署申请支援了，伫大高线万里溪桥水头30公里深山发现崩山湖，因看到万里溪正平山壁大规模崩塌，造成河道塌起来，初步崩塌面积差不多45公顷，目前水位还未搬出来。它非常深山没有路到达，所以人员短期无法接近。初步的资料已通知下游的水利署9合分组帮忙观察水位。另外，在这个烟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初步估算，这崩山湖上大蓄水量可能有600万立方公尺，但以后水漫出来，可能影响水尾蔓延向万景村、凤林镇、新井里、长桥里等住户，互两个公所是真紧张。那我们现在立刻已经针对我们应变中心进行3级强化开设，请林保署这边尽快根据航照的资讯来确定我们的那个警戒区的范围。现在目前万荣户不到1000人嘛，如果说要撤的话，这不是公所能力所及啊，那还是要请中央协助我们帮忙。虽然这崩山湖才多出现蓄水量，也无达到警戒，不过下边的居民拢希望相关单位赶紧清掉，因为有前车之鉴啊，光复去年的事情。我们现在听到堰塞有3个字，大家都怕。应该要先让它去挖掉嘛。不可以再用自然溢流。不行啊，那个真的是无法想象的。花莲分署强调，空调完成后，爱制作上新地形资料，才能进一步分析坝体结构、蓄水量加暗藏的风险。同时，会继续监测水位变化，及时通报各级在海应变单位，提醒民众最近避免进入万里溪溪坡、甲周边河道活动，随时注意官方发布的防灾资讯。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这中度风台微克拉瓦近台湾气象署观测讲，目前伫咧高暖偏东南东风，拜三开始太平洋高压减弱，这风台会向北平转。拜三、拜四这2天是上接近台湾的时阵。目前评估这微克拉的暴风圈未登陆，不过风台的宽流呢会影响规个台湾的天气。拜一透早北部真好天，不过风台米克拉目前转为上强的中度风台，伫海面继续发展，会影响台湾的天气。目前米克拉风台伫菲律宾东方海面，受到太平洋高压的牵引，一路向西北西的方向移动。拜三开始，因为太平洋高压减弱，风台东北，会伫拜三甲拜四2天上挖近台湾，会渐渐往东北风的方向离开。拜5、礼拜6。锋面会来到台湾的北部海面，因此在西半部以及宜兰地区还是会出现不定时的这样的情形，而其他地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午后雷阵的。气象署讲，米克拉风台暴风khu未侵台，不过台湾会互外围环流影响，拜四对流旺盛，差不多全台拢落雨。提醒拜5到拜6，米克拉转往东北风离开的时阵，会牵引北风方面落南，促使北风方面搁再挖近，影响台湾的天气，一直到礼拜才会有稳定的天气。目前伫西北太平洋热带扰动94W 是持续伫偏高影响。另外，今年开始有9个风台名改换，包含2024年10月底侵台的狂热风台。
台，那创下1996年甲打登陆台湾规模上大强烈风台纪录，累计死亡600多人受伤，加真侪民生农业损失，即马改名叫高基。安尼当年同月份登陆的3度2风台造成全国4个人死亡，1个失踪，719人受伤。强风大水河升腾南台湾，即马嘛改叫布拉帕，其他佫出现结晶改造田蛤啊、鳗鱼改叫点心等，引起讨论。台湾委员会的成员国其实每一年他们都会去检视，有些台风会造成很严重的灾害的话，那另外就是有可能说，这个台风可能它的意义或者是发音可能有一些争议哦。专家解释，风台改名是风台委员会当年例行的工作。目前台湾因为不是联合国成员国，所以无法度参加改名。但是英国风台名气象署大部分采用英文发音的音译，即嘛是直接翻做中文的意思，像讲田蛤啊、点心等，互民众较好理解。未来这真特别的风台名一定会引起讨论。记者采访报道。有民众使用台湾配刷，互这诈骗集团怪气，叫因转翕这附近的QR code，本体是开几百块买物件，说是了上万块，目前有1300多人受害。针对这款的诈骗呢，银行局已经要求金融机构伫7月底之前，要先设定机制，阻止手机啊甲付款码掠夺落来。警方争取时间，直接去超商掠人。掠到这一位还袂还，另外一间超商搁去掠。全台警力总动员，4日查获117名车手，拢是为网购诈欺被害人手内摕到行动支付付款码，手伫条码失效，伫超商结销，逃入点数。社群平台刊登一些像是小农产品的贩售，那演唱会门票的贩售或转让引导被害人去点击这个假的物流的这个连结。那后续诈骗集团会假冒银行客服，谎称需要金流验证，取得民众的付款码。敢若台湾配用户就有1300多人受害，本来只是要开几百块的消费，电脑行引导截图换翕，交付付款码损失1万起跳，投入的总金额超过1.3亿。将来这会当去甲诈骗车手讨赔，检讨会转来充满变数。任何的一个付款码，任何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消费的过程中，那我们一定会有一些凭证或 OTP 密码，算是使用者自行输入，然后把款项移转的一个行为，就没有办法是主张你是可以追回这些损失的一个条件。其实，唔那台湾配警方说明，全台几啊间银行所推出的支付工具，也捌有类似的套路案件。面对一直有这类的诈骗，金管会银行局已经要求金融机构7月底之前，要设定机制，专门主动付款码截图。这样就他们会用系统上去控管，就是限制不能够截图或者是荧幕分享。我们是要求最慢7月底前要完成。现在的诈骗好像主要就是透过台湾配的这部分，所以财经这边就是已经统一要求3分钟缩短成1分钟。虽然已经有真侪项的作为防止付款码套路，也毋过银行局讲，目前对还翕也是无防制方法。有专家建议电子机构建立系统，分析用户的异常消费，若出现异常真悬金额的交易，才会当随发现事件。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拢想要来说问奖招计程车，不过这营业车牌无遐尼简单就摕到。全台湾有10万张的计程车牌，有9成呢拢伫咧6岛的车行手头，就要先挖车行才付这挂牌费。伫台中呢，就画一块车牌要35万。为了避免这款的情形，交通部预告修法，禁止车行趁这的钱，若准违规呢，唔若爱退钱，阁要罚9万块，上紧8月施行。想要驶计程车无遐尼简单，因为真侪驾驶员真情，车行向客行驾驶收牌照使用费、甲权利金，抑搁其他无合理的费用。即马交通部复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第91条之一等相关法规，禁止车行不当收费甲牟利。牌照的问题比较难，因为都在一些车行的手上嘛，有些地方可能就几万块，有些可能是10几万吧。目前全台差不多10万张计程车牌，加今年5月底，全台计程车登记数量差不多92303台，9成集中伫6都，其中将近6000张空车牌掌握伫车行手头。因为牌照数量登记无检讨，产生空车业遭到部分车行把持。原本免费车牌加做有价商品传出台中一个车牌花价35万。对司机这个较有保障啊，敢袂去用保释这个金钱啊。
照交通部即摆规定，想要申请个人计程车无简单，除了爱满30岁以上、65岁以下，爱符合驾驶经历、户籍加职业资格规定，也免负重大犯罪记录、重大交通违规，爱连续有经验小客车驾驶人职业登记证满2年以上，本人也免经营计程车客运业。现在的车牌数这么少，今天要去挂牌的司机，为了要有牌照。很多时候，即使车行去提出了违法的一些条件，很多司机也不敢出面举证。明确禁止收取未经核准或契约未约定费用。如果查有不当收费的情形，主管机关除可以命其停止收费外，并可要求退还超收款项。交通部表示，为避免行车牌登记无利用产生交易问题，将牌照退补年限为3年减少做1年，上低等限1年。若修法顺利，上紧8月就开始。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到宜兰有民众看到一台车后壁囡仔呢，还未上车关门，车呢就想要靠翻头安尼来驶走，囡仔就绊倒拖咧行，险险互车链搞着。警方也查到讲，这个驾驶根本就无驾照，也违反治小法，已经通报社会处了。民众的行车记录器翕到头前的轿车驾驶上车了后，后壁囡仔要开车门，都还未上车，驾驶就雄雄洗头。民众看到赶紧大声喝休。囡仔跋倒了后，继续拖一段路，搁险险啊，互车链交过。好在在后壁无车，囡仔随互路边的民众扶插起来，驾驶防火停了后，无随离开。这个驾驶互民众喝休了后，才转来囡仔身躯边，把囡仔带去咧车顶，暗过煞弄红灯。这件代志伫咧宜兰发生的，互真侪亲目睭看到的民众拢害头。怎么样？这很夸张那个家长这样做不行的。是，我会让他们上车之后关了门，我才去开车啦。警方接到通报了后，通知这个查某的驾驶，暗过伊煞无到案说明，随点开家庭访问，查到这个驾驶除了无驾照，佮涉及违规停车等等足侪项道路违规的行为，也若洗车甲囡仔拖，嘛涉及违反治小法。非故意使儿童受伤的话，依刚刚所提49条第1项第12条规定，他会处6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涉嫌的驾驶就讲，伊是去超商领货，无注意到查某孙仔无上车，毋是挑意过。警方就表示，这个驾驶的行为，若毋是故意互囡仔受伤，依照治小法，表示当罚6万块以上60万以下罚金，而且会当公布名细，专案会通报社会处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今早起7点48分的时阵呢，一台军用的这个世代巴士和游览车，伫咧高速公路高阳高架路南路段相撞，有11个人受伤。警方初步调查指出，讲呢是因为这军用巴士无保持安全距离。国防部表示，车祸原因警方正在调查。军用巴士的车头弄到烂高高，国道1号5股到油梅高架桥路南43.8公里发生严重的车祸，敢若是军用巴士无保持安全距离，弄到头前的游览车，佮扫到一台轿车甲货车，造成这个军用巴士顶悬包含驾驶11人受伤，现场虽启动大量伤患救护机制。军用巴士疑似为保持安全距离撞击前方5大客车，并向右闪避，导致行驶于右侧车道小客车紧急刹车，遭后方小货车撞击。事故发生的是军用巴士的驾驶掉伫车内底，消防人员甲伊救出来，骨头敢若有断去，目前状况稳定。因为车祸占用3个车道，造成后壁塌了2公里长。那桃园市消防局表示，因为受伤的人较侪，部分的人送去到部立的桃园病院，嘛赶紧请新北市消防局到3港来载人。那启用龙的游览车是对台北要去到桃园机场的交通车，警方对游览车、轿车也有货车的驾驶做酒测，拢无食酒。军用的巴士是搁爱做酒测。共造成11人轻重伤，且小巴驾驶有受困的情形。目前患者已经顺利脱困，并将其送医前往治疗。针对这件车祸，国防部表示，这台军用巴士是一批人员在做运输任务的时阵发生车祸，受伤的人已经送病院治疗。专案的责任会交予警方来处理，办后边的手续，嘛会继续强化部队行车安全的教育，也搁有防卫驾驶的观念。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咱国内呢，食毒赛车和食酒赛车拢真严重。今年1月、2月这2个月，全台湾就掠到8400件食酒赛车。昨新北中获到这驾驶呢拒绝酒测人绕跑，落尾也发现讲这个驾驶唔那食毒，而且佫有食酒。另外第10日呢，也有一个骑奥拓巴的民众，互人检举讲因那啉秘鲁那骑车，目前也未掠到人。查甫人伫遐拍喷，警方提枪趁这个事甲制服。随望已经互扣咧，犹原继续抵抗，甲警方激烈纠缠。原来伊毋但涉嫌毒驾，佫有食酒。男子酒测值达0.46毫克，另唾液快筛结果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案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涉案的59岁姓尤的查甫，于暗时10点外，伫新北市中和中孝街，因为赛车弄红灯，互警方抓落来。毋过涉嫌毒驾，佫有酒驾，伊拒绝检验，家属要逃走，将基尾也是互逮捕。同一天较早8点外，新北市汐止嘛有骑奥拓巴的，伫樟树二路巷仔内临停，雄雄摕起米露灌一大喙，又搁继续骑。毋过警方接到报案到场，已经无看查甫人。目前已锁定驾驶人身份，并自发通知书通知到案说明。全案后续将朝向涉嫌公共危险侦办。无论毒驾还是酒驾，拢是道路安全无定时炸弹。今年简单前2个月，全台处理酒驾都8430件，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增加30%。面对食酒赛车乱象，安全驾驶监督联盟建议，对高风险的酒驾者会当传细胞感信示警。不管是酒测值低于0.25的违规，或者是含0.25以上的涉及公共危险罪，政府应该做警示型的细胞简讯。除了感信，安甲明嘛主张，目前已经戒酒的人在犯率是明显降低，认为应该强化戒酒，多方式防止食酒赛车。记者综合报道。国军年度练兵上线开始的是备战操演，今日开始连续5天，伫台湾各地头进行。今早起呢，这陆军269旅出动拖式飞弹车，也佫有混八架车、CM22逼炮车、CM1拥护战车守护桃园地区的重要设施。另外，海军的海防大队这个雄风飞弹车也接到命令，下晡也对左营军港出发演练机动部署。有攻顶甲反装甲的能力，国军反制中国战甲车、坦克杀手、拖式飞弹车出现伫桃园地区，立即备战操演来起鼓，防范中国登陆本岛执行突袭空降作战。几多架分把甲车对伫拖式飞弹车后壁为基地出发，机动部署到战术位置。CM22逼炮车、CM11拥护战车、通信车嘛同齐演练，透过战场经营强化实战化训练。国军防范共军游训船演由远转战，今天起1连5天的执行了5天的地图备战操演。第一天由陆军260处理打头阵，守护北部的重要设施。国军立即备战操演，执行计划性、非计划性操演，透过无同状况，互军队熟悉战斗实务甲战场环境，强化快速兵战转换、优先部署行动。这嘛是国军年度练兵3部曲的头一步。续落来，佫有7月头一摆进行的联合防御操演，当头戏是汉光42号演习，会伫8月举行，结合民防后备部队检验全社会防卫韧性。汉光之前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小汉光，陆军不管是 M1 战车、海马士等等，我们其实拥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武器。那新的武器要如何在这一次汉光演习之中去表现我们的一个实力？我觉得这一块会是这一次的立即战备操演的主要目的。只不过国军开始立即备战操演的前一天，中国就宣布执行今年第2届远海导航。中国几架机舰前往西太平洋，演训范围为第1岛链延伸到第2岛链。国防部发布侦查到中国运机23台次，其中超过中线近日北部甲西南空隙20台次，结合中国军舰7只、公务船5只出海。印太地区的局势是继续紧张。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已经伫台海常态性部署56只军舰，显示中国当咧豆豆救援对台湾的包围。过去他7次对台军演成效非常的有限，甚至造成国际社会的反弹，所以他在今年开始就是
采用这种中性的所谓远海长航。学者分析，中国唔但用武力威胁台湾，嘛利用海警船、中国科研船、公务船侵犯太平岛在内的台海水域，想要表示因伫台海有管辖权。若台海前线有海巡捍卫海疆，国军嘛做好准备，防止中国游泳转战的野心。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长韩国瑜昨带调亚立委去到美国访问，今日已经到亚利桑那州，要考察当地台积电厂区了。另外呢，这行政院是搁再提出2100亿无尽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各界也关注讲美国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了解国民党对无人机的立场。那民进党团是呼吁立法院赶紧审查特别条例，不过拿赢才有可能较偏向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含调亚立委斗阵食饭，立法院长韩国瑜带团去访问美国，头一站就到亚利桑那州考察在地台积电的厂区。也那这个时阵，拄好拄到行政院佮提出2100亿的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外界就关心美方可能借这个机会了解国民党对无人机的立场。1.25兆是台湾跟美国共同讨论商量的一个结果，所以上一次这个删除了这些预算，不但一定程度的伤害了台美关系，一定程度也伤害了中小企业的心其实韩院长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跟美方表达国民党的态度。那我想这个是建立台美关系非常重要的一环。民进党团呼吁韩国瑜，得甲调亚的立委靠做伙，赶紧甲特别条例审议。不一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前几天就讲，当咧认真思考国民党版本的无人机条例可能性。台中市长罗秀燕嘛表达支持，国民党台中的立委就表示，党中央甲党团当咧密切沟通当中。也有委员非常积极，有自己在写相关的版本，最后都会纳进来一并讨论，真正花在刀口上，让无人机能够真正落实到发展，又能够被监督。国防自主是我们一向的看法跟支持跟做法，保卫国家的相关预算是要放在一般的预算，不是放在随时神来一笔的这个特别预算里面。根据了解，有一寡国民党的立委就认为，若甲特别条例比起来，更加我向推测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也是采购无人机规划纳入年度预算，强调安尼才会当落实监督。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县长姚庆玲前一阵推广这农产品用录影片方式参加中国海峡论坛，说获这陆委会调查。陆委会副主委杨文杰也讲一句：台湾人大部分拢无直接食往来食客，引起农民的不满。今仔日民进党立委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有邀请杨文杰做伙来食这往来食客鸡仔饼，也针对讲唔对的部分来甲大众回释的。会很死甜吗？这个不会。亲亲来食台东县出品的往来食客鸡仔饼，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进行一句台湾人拢袂要食往来食客，引起地方农民的不满。在民进党立委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邀请之下，以第一摆为誓言回释的。几乎不吃跟吃的很少这两句话讲出来，让人家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如果有农民朋友，或者是说有爱吃凤梨世家的朋友，觉得心里不太舒服的话，那这边我要表达歉意。怎么样避免被对岸当作这个统战的运用？这个是我们所关注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说能够提升凤梨世家的国内的消费量。你讲吃较少听了也没有舒服到哪里去啦。为什么不讲说我们的凤梨世家其实都是外销到其他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今天要买多少，但是我们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买很多的世家了。因为个放假姿态，现场也承诺买200包鸡仔饼，加买100盒往来食客做年节礼品，用实际行动向农民赔罪。为替食客农发声，台东县议会支持也办食客品尝会。即马唔是往来食客产柜，那立议员甲县长姚庆玲到店食切好的冷冻食客。接下来的产季有大木世家，然后冬天有凤梨世家，请大家一起把世家吃起来，好事带回家。我爱吃凤梨世家，台湾人吃凤梨世家。不过，往来食客假日政治攻防，期限是伫陆委会禁令之下，姚庆玲也是为推广农产品，用互动影片方式参加中国海峡论坛。
张文杰指出，今日对廖庆玲进行行政调查，佮强调希望往来食客应正做迎接台湾人生活水果，和农民生活无需要靠对外生意收入才会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要推动这部经自动驾驶公车，上近2017年伫咧北市区启动实验，会扩展到15条公车专用道，希望2019年正式来使用。不过，这自动驾驶技术发展遐尼侪年啊，有关停伫咧实验阶段，即马说是变做台北市长参选人的政见，敢真正有法度来应付台北市的交通，引起众人的讨论。透过影像辨识连接系统，侦测路上障碍物，这是2020年北市地省一路推动试坐的5支自驾巴士。即马北市府日前宣布会加速推动无人自驾公车，上紧伫2017年就半年，都会伫实验场后做试验，到2029年实际落地方向努力进行。回答台湾总部确定落脚北市科，北市府第一项重要建设就是善用北市科整体开发具阶段性，而且呢道路基础建设完整等特性，将推动无人自驾车测试。市府目前规划今年都会利用封闭园区，像台北市立动物园试办无人自驾专家服务，累计运行经验刷落来，明年就半年会伫北市区开放场后的实验地区做试验，会为无载人的货运车辆压水车顶开始，加一步一步导入载客专家服务。那第3阶段就是明年下半年，我们会针对台北市15条的公车专用道来进行无人自驾公车的进行。这个是我们在将近快1个月以前在讲的事情。当时我们不但帮忙提出变电所这个嫌恶设施，你要怎么让它变成大家可以接受之外，我们还提了跟旁边的公车总站。北市府解释，伫制定详细会议了后，工作小组去年9月就召开第1摆会议，搁伫今年踏入交通部经济部顶召开第2、3摆会议，也搁早伫2018年经济部就制定无人载具科技创新实验条例。交通部也伫3年后订定相关指引，意思是摆渡现有法规限制，也搁变年过去，多数停伫实验阶段。台湾过去在做这些试验的时候，态度上比较偏向技术验证，而不是去验证整个商业模式的可行性啊，然后这些法规上可能带来的冲突的问题。所以这一块反而是我们这些技术一旦成熟之后，要输出国外比较重要的一些状况。有系统上指出，台北市交通环境复杂，节目时段车流量大，自驾公车除了爱驾客机车，有人驾驶的公车强准部分公车专用道站区较长，安怎精准停靠顺利上路客，也拢是未来推动的是爱克服的挑战。另外，包括开放道路测试、驾驶责任归属，甲相关法规配套，也拢爱同步实施，才会当加速自驾公车落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少子化的问题真严重，不过伫台中有一位张小姐含因翁，12年就生8个囡仔，今年年底要搁再生第9个。负责甲产检的医生也讲，这是伊做医生以来所当到自然生产生上侪囡仔的妈妈。囡仔为着婴仔，8个人同齐来翕一张相片，因拢是同一个爸爸妈妈的兄弟姊妹。台中36岁已经有8个囡仔的张小姐，已经有4男4女，今年搁有新仔。有产期都伫12月，就顺其自然啊，宝宝来了就对啊，就好好照顾他这样。现在就一半一半，最大的今年16了，高1。张小姐讲，一切拢照提供备案安排。伊伫这16年以2年一体的速度，互家族成员愈来愈侪。医师表示，这是伊做医师以来拄着单亲多体厝，各拢是自然生产的相关记录。伫即马少子化的趋势之下，这款的个案是真罕见。结婚年龄延后，所以生育年龄也延后，所以结婚年龄大概是30岁以后了。以前30岁就选择结婚了，现在30岁之后才结婚。结婚他们再晚个2-3年，都是33岁、34岁开始生，所以每个都落到高龄产妇的状况。教养小孩的话，蛮多时间的，就是教育小孩，对，然后还有就是，小孩生病啊，或者是因为之前还有工作什么的，所以其实一边上班一边顾小孩。其实蛮辛苦的。其他产妇表示，这款的决定需要勇气甲冲动，伫考量养育甲生活开销之下，大多数拢是以1个至2个囡仔为主。陈东明表示，即马少年世代生育意愿会遐尔低，并不是全拢是经济问题，另外也包括大环境对育儿家庭的无优先甲自身职业规划。它同时还合并了，就是社会支持系统是不是足够？
然后生育养育的人在整个社会当中的生活状态或育儿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可以维持一定的水平。沈东明表示，虽然肯定政府推动育儿留日停薪等相关春秋甲人性化的制度，各县市也予因生育补助甲育儿津贴，不过也是爱互民众有感觉，各伫社会中得到多元接纳，生育意愿才会当有效提升。记者综合报道。新竹有动保团体发现讲，最近有人伫网络顶头卖这台湾高山仔囝，一只卖1万块。志刚也配合警方惊讲要买，虽然是嫌犯落尾是绕跑，最后也是去互警方抓到，成功把一只火怪高山仔囝救倒转来。大大蕊的目睭看起来模样真古锥，这只高山仔就是互细感的嫌犯放伫网络拍卖的商品。趁嫌犯等红灯赶紧冲去头前，大声喊车顶的人落车，才顺利抓到人。新竹县动保团体进前发现，有人以一只1万块的价值，伫网络顶面卖台湾高山仔，随假影买约见面，也通知警方到现场抓人。协会的志工上网去得知这个事情，然后来告知我们那个议员的服务处这边对方开价一只就是1万块钱。那后来经由三民派出所这边围捕都有顺利的就把它围捕下来。相关单位指出，虽然台湾高山仔伫2019年已经改做一般类的野生动物，不过同款袂当掠，也袂当饲，更加袂当买卖。没有经过许可饲养野生动物，将触犯野生动物保育法以及动保法，在这边呼吁民众切勿任意饲养野生动物。台湾猕猴这类的野生动物，潜藏人畜共通传染病的风险。农业处表示，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民众私底下买卖台湾高山仔，相关会罚30万。目前专案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昨是夏至，台湾各地头拢真热，南投草屯就一个80岁阿公，下晡日头阁真猛的时阵，有关是走去菜园做事，规个人是吊刷昏去。加在是有喷烧车经过，互清洁队员发现到，赶紧甲救护车人送去病院。救护车载80岁阿公去病院，因为老大人下晡3点去菜园做事，天气伤热，伫日头骹晒伤久，吊刷昏去。加在迄阵有粪扫车经过，清洁队员看到，赶紧落车去救。你帮我整理脚无？哎呀，上你手先把我给它扶起来，因为我从那个高度看到那个田边下去，他刚好人就躺在地上这样。我本来以为他是坐在那边啊。对啊，我发现说，他怎么都没有在动？刚刚下车问阿伯讲，阿伯你安怎无？伊讲救命啊！伊就逐工都足久来拢伫菜园，遮热的天嘛是伫菜园啊，咧烤草安尼啦。好佳在有清洁队员看到，甲老阿伯插去边啊较凉的所在休困，嘛赶紧通知林长斗相共。礼拜日是夏至，天气已经进入热天，会愈来愈热。根据卫福部统计，全台湾自6月1月日到6月17加起来，已经有179人次热甲吊刷。急诊室的医生嘛呼吁长辈尽量唔通一大日下骹晒伤久。最近刚好是夏至所以天气特别闷热那老人家要避免外出。那如果不得已在户外工作的话，穿着要宽松的衣服，多喝水，多补充一些。电解质、盐巴之类的。天气有影烧热，根据气象署的资料，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高温普遍拢会有36度。医生嘛呼吁时代，日头赤炎炎，爱加啉水，也要种田，嘛爱等无日较凉的时阵较去，较袂去热着。记者安义修南投报道。人讲入坑乌土炭，性命剩一半，这就是咧讲做炭工的危险性。或者炭坑饲大汉的董事长甲团主唱吴英杰，伊做音乐要30年啊。去年以老爸炭工的故事发行头一张个人台语专辑《痛苦咱的兄弟》，伫今年入围4项金曲奖的奖项。做炭工上惊有命赚无命开，董事长集团的主唱吴英杰，以老爸较早在随风做炭工的故事，创作个人的头一张台语专辑《痛苦咱的兄弟》。
会获这个名，就是因为炭坑定拢是40度以上的高温，所以真侪炭工是无穿衫的。高英杰嘛用音乐写刷戏的职业伤害，写炭工为生活打拼，嘛甲炭工的话语变做歌。讲就是啉好死较死，无啉你就袂甘心，乌炭无甘心吼，就会较危险。炭工仔囝拢无帮爸爸写过歌。就开始想讲，有机会会使来写一张炭坑的专辑。其实以前火车起行、发电也是煮饭拢爱烧土炭，炭工会使讲是国家的无名英雄。入坑的风险真悬，性命拢寄予土地公，会当平安出坑是上大的愿望。高英杰讲，真侪炭坑仔囝拢已经活出无共款的人生。爸母有关系的欢呼平安上要紧，伊嘛甲写做囡仔一个听就会晓对咧唱的旋律。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平平安安，顺时顺时。高英杰出道要30年，做真侪台语歌，嘛感受到台语传承的危机。伊认为母语要伫生活中真正重要，所以毋若开始写台语囡仔歌。这几年的创作嘛，拢用台文书写。即马少年朋友有开始慢慢愈来愈侪人用教育部这个系统嘛，我看这是一个，因为你语言的久啊，文字看久你就变会晓看。后别人想要去学台语的人，会使更较侪，会使去接受的。痛苦难的兄弟这块专辑，入围第37届金曲奖4个奖项，伊嘛悄悄讲，若有得奖，奖金要含老爸一人一半。高英杰毋但是为老爸为炭工创作，嘛为台语的未来留下脚迹。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国立历史博物馆推出台语数位绘本《分游博物馆》，入围国家级的第50届金鼎奖数位出版奖。这个绘本呢，用这猫啊、狗抑个鹿仔做主角，带读者行入去文物的世界，用台语来互动。这台语顾问也讲呢，这台语是生活当中的语言，透过绘本抑个展览等形式，提升使用台语的机会。一阵鸟啊飞过来，你邀请猫咪。高山啊，甘为花鹿加入片的红彩舞会。台语绘本咧讲，猫啊、狗啊、甲鹿啊，使主角变做魂，去书博馆写文物的故事。这是国立历史博物馆建馆70周年，头摆推出线顶的台语数位绘本《分游博物馆》，会当甲观众文物互动，用台语小解文物。彩绘舞基用是12仙跳舞红啊。一周2仙。那它会在哪些文物当中来流连呢？清代的花鸟刺绣横批，然后还有马白水的那个太鲁阁，用传统的文物带入现代的台湾语言，然后作为跟亲子互动。官方讲推出线顶台语数位绘本，唔那是希望互民众认捌文物，嘛增加观众接触台语的管道。那分游博物馆的台语顾问讲，透过出版品展览等等现代方式呈现台语，互民众了解台语唔是古早的语言，是现代生活但不时会使用的语言。台语的出版品啦、导览啦，还是讲结合文物的物件会出现，家长还是讲咱的学生来讲，原来这台语唔是古早话，伊是伫咱的生活中不时会出现，安尼伊才会有较强烈的迄个。学习动机。另外，分游博物馆嘛入围国家级的出版奖，第50届金鼎奖数位出版奖。官方讲会继续扩大博物馆的公共性，和艺术甲典藏文物，用更较多元的方式，互民众看到。记者高金阳、王志刚台北报道。文化部伫2024年开始推动文化学楼计划，文化部举办台湾动画和济人沉浸式 VR 技术系统2方面成果发表会，希望支持台湾原创作品加发展咱的文化科技，也要拍入去国际市场，让全世界看到台湾。我们现在在地狱，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结合现代的 VR 科技甲传统的宗教文化，互民众那亲像伫地狱。这是文化部文化学楼计划其中一个成果，也是一个会当同时互100个人体验的 VR 作品。360度你都看到物件，所以唔是像电影敢伫你面头前尔。你做这物件，你都会当去做互动啊，去摸啊，去看。文化部伫2024年开始推动文化学楼计划，拜一举办成果的发表会，呈现这几年来文化科技甲原创内容发展的成果。年轻一代的创作者跟我们那个年代的创作者真的不太一样。他们充满了热情跟新的观念，而且真的是很在地的，可以从台湾的文化
传统里面找到创新的题材，这点我非常高兴。李冠表示，这个计划会当有成果，除了政府资金的投入，另外就是靠台湾的科技，加上台湾本身有文化内容甲传统文化的底底。动画创作者也讲，因为台湾真多元，才会当有遮侪创作的容量。我们就希望从故事到主题到技术，都是可以呈现出台湾这个地方它非常难得的多样性，还有丰沛的创作能量。一群台湾的动画工作者在这里，在这个土地，将他们的情感和记忆说出一个非常真诚的回应。因为文化部的乌楼计划对2024年做到2027年，文化部长也当场宣布，伊当咧写后一个100亿的计划，希望继续争取政府的支持，来推动文化甲科技的结合，也会和创作者积极开发国际市场，让全世界通看到台湾的文化作品甲科技。记者顾佑基、林票凯台北报道。咱来看一个上界新的国际消息，就是执政无到2年的英国首相施凯尔，伫咧2点外钟之前呢，伫咧首相府头前举行记者会，宣布辞职落台，也成做英国这10年来第6位落台首相。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I have spoken to His Majesty the King this morning to inform him of my decision. 施凯尔面对内阁加壁支持率大落，而且个性挑稳定危机，决定甲政权要来甲让步出来。外界也认为讲，会当来接的人选是进前梅克菲尔德补选成功登到国会的大曼彻斯特地区进前的市长碧南。接落来，工党呢会在7月初9启动新党魁的提名程序，按算7月16国会热天休会进行完成相关的作业。新党魁有机会在9月初1国会复会进行。来生产，新领袖出来进前呢，这施凯尔有愿会继续做英国首相。不过，极右派英国解革党的领袖法拉吉却是提出讲，赶紧举行国会大选。继续来关心这中东，讲这中东的和平协议，搁再出现变数啊！伊朗不办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20，搁再把这荷姆兹海峡关起来，油轮通行量随减8成。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态度大正硬，绝对是无允准伊朗有核武，坚持无要撤回军队。不过，以色列国内也对和平协议也出现强烈的反弹。上届新的民调显示，超过90%民众认为讲，这场战争是伊朗赢。伊朗宣布，佮一摆关闭荷姆兹海峡了后，航运追踪机构 Kpler 统计，日的通行量已经为前一日的26只减少到5只，其中包括3只沙特阿拉伯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分析指出，实际通行数量可能更较侪一寡，因为部分船只可能关闭准备自动辨识系统来稳重行踪。美军方面表示，相信有愿照常通行。在伫国际市场紧张的时阵，以色列国内对美伊协议甲总理纳塔亚胡的不满也继续升悬，因为伊朗毋但会当恢复出口石油处理真大的中建资金，也迫使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动停火。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甲阿加姆研究所公布的上新民调显示，大概90%受访者认为伊朗才是这场战争赢家。另外有超过80%民众认为以色列长期安全。颠倒做着下注，大概86%受访者不满美国甲伊朗无定顺以色列的达成协议。一名以色列执政党机关翕影片摕到停川普和美国各一摆伟大的红帽仔，换伫用黑笔来文写的全面胜利的那些帽仔。以色列总理纳塔亚胡面对内外压力，强硬表态。That 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people. 对此，伊朗总统佩泽斯基暗讲，绝对袂放弃提炼浓缩铀的权利，以色列才会当选择接受。真主党领袖哈希姆是讲，会反击以色列任何违约攻击的行为，也无可能让以色列继续驻军。لإسرائيل ولا في قطعة تشرف من داخل لبنان على لبنان
بوجود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炮火无情，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继续空袭，造成平民伤亡。首都贝鲁特举行悼念活动，向一名罹难的海军保育人士致意。南部村庄是为4名遇难女性举行联合葬礼。另外一边的加沙停火期间，以军阁空袭，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包括一个半岛电视台的联合记者维沙，也阁有一个囡仔甲平民，公司新闻是非常平静。来看这乌克兰引用这无人机部队去攻击克里米亚，甲这油库雷达站拢毁掉，造成4个人死亡，28人受伤，昨油拢暂停买卖。乌克兰用这无人机战的优势，切断罗西亚的经济支持，逼普京过来谈判。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透过铁路管发布影片，显示罗西亚控制克里米亚克赤一个油库码头起防攻击，另外克里米亚库罗尔特内一个雷达站嘛正做攻击的目标。乌克兰这礼拜6礼拜对克里米亚发动大规模无人机的攻击，另外克拉斯诺达沿海的送燃料的设施嘛起防攻击，致使1个人死亡。渡轮的服务嘛捌断过一群。乌克兰这几礼拜对能源设施也有罗西亚油罐车做无人机的攻击，致使克里米亚出现2014年起用并吞以来上界严格燃料限制措施，当地加油站已经无限期停止卖油予非国营企业，也有老百姓。Уважаемые крымчане, с 9:00 на крымских АЗС отпуск топлива за наличный и безналичный расчет и за талоны юридическим и физическим лицам будет прекращен. Топливо будет отпускаться только служба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службам, которые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 жизне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еспублики Крым. 克里米亚西反保持的加油站，因为无要卖油，所以这真正无几只网，加卖着油的民众嘛，非常的无奈。Да как, будем ориентироваться по обстановке, надо будет пешочком походим. Всего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будем меньше ездить, пересядем н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 на велосипед, пешком. 克里米亚是罗西亚乌海舰队的本营，嘛是热天大家真爱去佚佗的所在。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是上准罗西亚的能源设施，自3月到今已经直直拍罗西亚的燃油厂至少20外摆。那乌军这波的攻势，目的就是为着要斩断罗西亚前线作战的能力，打击因燃料的出口，甲因趁钱的这条路甲斩获断。毋过安尼做一定会互罗西亚发动新一波的报复。乌克兰的前线拍甲热扑扑，那伫后壁的首都几乎是典型公民社会论成的生命力。有5000多人徛上街仔头参加几乎冬季的骄傲游行，大声喊讲希望伫咧战时的乌克兰会使争取兵权，和同性伴侣的关系会当合法。虽然现场有出现一寡反对的人来抗议，也毋过活动上后壁是和平来结束。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7度，后日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